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20公视第几台 AM 新闻，我是苏眉。咱这回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前总统赖清德今日就任，针对主权的方面态度重硬，表明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隶属对方。台语班级表演头一届出现伫咧就职典礼，另外国演是头一届刷去台南班，现场用新品种的国旗蓝回来布置。伊朗的总统莱西去参加水坝的启用典礼，规定在直升机说是失事载落，包含伊在内9个人隆重死亡。今仔日咱台湾上重要的大代志，就是新总统赖清德就任。这就职演说是用打造民主、和平、甲欢迎来做主题，强调未来会是用人民的利益、甲国家为优先。针对这两间的关系，赖总统是强调讲，咱袂落软，嘛袂蚵蛮，望会当维持现状。也若是这主权的方面，赖总统的态度就大较硬，无讲对话，拢是讲中国，嘛是头一位伫咧就职典礼表明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隶属对方的总统。台湾现在站在这里，我立志壮大国家。正式就职中华民国第16任总统，赖清德在总统府头前，以打造民主、和平、欢迎的新台湾为主题，发表就职演说，宣示会以人民利益、甲国家优先的原则推动政策法案，应对国会新局。台湾时隔16年后，再次出现3党不过半的立法院，政党在竞争之外，也应该有合作的信念，国家才能踏出稳健的步伐。立法院的议事运作应该遵守程序正义。各界关注两化内容的部分，赖清德强调4个坚持，以袂骄傲、袂委屈的态度维持现状，表达希望重新启动观光、学术交流，诉求和平共赢。如果国家领导人以人民福祉为最高考量，那么台海和平、互利互惠、共存共荣，应该是彼此共同的目标。我希望中国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拿出诚意，和台湾民选合法的政府，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以对话取代对抗，交流取代围堵，进行合作。赖清德伫主权的论述是大空的，引用宪法，强调两化互不隶属，而且嘛无讲对话或者是北京当局是直接称呼中国。有主权才有国家。根据中华民国宪法，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有中华民国国籍者为中华民国国民。由此可见，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赖清德表示，台湾会持续为区域和平稳定贡献，甲民主世界徛伫同一个阵线。也若国际方面会拍拼发展 AI、半导体、军工、安控甲通讯的5大产业，而且辅助中小企业。面对眼前的挑战，总统赖清德把责任接起来，航向台湾的新时代。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赖清德甲副总统萧美琴宣誓就职，对这立法院长韩国瑜的手头甲印信收落来，两个人马上经总统蔡英文离开总统府。今日的就职典礼，计共是有73个访团、687个外宾来参加。另外，就职典礼当中，空军机队的表演嘛，搁再展现咱台湾的实力甲祝福，咱做伙来看。于事已至诚，向全国人民宣誓。历史欢迎院长柯总理的感谢之下，总统赖清德甲副总统萧美琴宣誓就职。赖清德为立法院长韩国瑜手中接落中华民国之印，用电子印正式就任，搁上边下任的总统蔡英文做最后顺利。我们再一次的谢谢小英总统。
蔡总统坐轿车正式回别总统府下任党政关成交接。赖清德甲萧美琴也接受外宾祝福。这摆有73个访团，687人外宾参加，包括 AIT 主席罗森伯格等5人的跨党派代表团。罗森伯格也甲萧美琴亲切的小揽，前美国国务卿庞佩奥也前来祝福。美国第70任国务卿庞佩欧。日本管理团刘华坤会长古乌圭斯特别甲赖清德热情的小揽。前首相魏松安倍早会也来台致意，安倍晋三的弟仔蒋经元安心情绪也特别向赖清德分享手歌的是安倍晋三的手表。放礼炮21响，3秒起发，国军联合甲机队甲礼炮连向赖总统甲各国祝贺贵宾致敬。由中职团旗球星陈奕迅车中乡等人领袖国歌，红底戏由青旅克直升机吊挂大八国旗通过总统府前的店面。大雁队形编队通过大会上空，赖总统就职演说了后 ，F-16 IDF 幻翔2000用任何高教企业由北向南飞过总统府头前的店面。最后大合唱团节，赖清德、萧美琴台顶唱歌出发，也跳舞融入音乐中。空军的副小组也以大雁队形冲场，放蓝白红三色向日彩烟，为庆祝大会做出圆满的结束。记者综合报道。除了空军机队的表演，这文化艺术方面的表演嘛真精彩。亲像这台语甲客语的搬字表演，是头一届出现伫咧就职典礼。这现场嘛有传统戏曲的表演，展现咱台湾多元族群的语言甲无共形式的文化。台语和客语的 rap 头一届登上总统、副总统就职典礼的表演舞台，互现场的气氛变甲真活泼。伫摆一个典礼当中，唔但通听到无共的语言，嘛通看到无共族群的传统戏曲，有客家戏、京剧、摇歌戏。第一段演出以祈求吉庆欢喜台湾做主题，国立台湾戏曲学院、台湾特技团，抑个九天民俗技艺团做伙演出，伴奏军声下环来祝福台湾、保卫台湾，也希望花莲大地当的中建事工一切顺利。类似台湾庙会的顶头的感觉，嘿，所以阮是最主要就是爱保护台湾这个土地，啊，互传统文化发扬光大。接续落去，也阁有九天民俗技艺团队正歌，高甲讲落去，现场的气氛是闹得滚滚哦。九天民俗技艺团表示，伫总统、副总统的就职典礼有遮尔侪外国来宾来参与，伊嘛希望会当透过歌声和表演，互因体会到台湾庙会的顶头文化和艺术的生命力。因为520是咱新的总统的就职典礼，虽然讲那新的这爱来到老日，所以咱9天的正歌都是老的上好的代表，所以我们用经典的古曲。希望讲借由咱的政歌，会当在这新的总统就任的时阵，会当帮他打响胜利的第一天安尼。最后，台湾特技团也合力做伙完成高难度的贴倒汉，伊嘛希望台湾会当团结共心，继续赢往高峰。现场侪艺文表演精彩个好看，也互严肃的就职典礼充满活力。记者卢尚如、郑俊由台北报道。新总统赖清德今日就职，国军嘛甲前总统蔡英文的相片摕落来换做赖总统的相片。国军甲前总统的相片摕落来换掉新总统赖清德的相片，宣示这国军是照宪政体制，以总统为三军的统帅。也若是今日强军交代的状况，在24点钟内是侦测到6架厝的中国军机，甲7架厝的中国军舰伫咱附近活动。而且是有6抓破过海峡的中线，上近的离家人敢若43海里。另外，最近风声国军是提升战备，不过国防部是强调讲维持常态运作，空军是无甲所有的飞行员调转来台面。总统赖清德、副总统萧美琴今日典礼结束了后，就随甲日本的代表团做伙食中昼顿，展现台日的好交情。赖总统在见美国特使团的时阵嘛讲，期待这台美的关系会当搁再提升。
也若针对就职典礼当中甲两岸有关系讲法，中国是丢卡当地，美罗总统为着要独立的起诉。高地方就职典礼都结束，总统赖清德、副总统萧美琴随即甲日本庆贺团、立法机关困难会同齐食午餐展现大日好交情。日本だけがこうやって昼食会をしていただきます。心から感謝いたします。日本官方长官林芳正也伫20例行记者会对赖萧就任表达祝福，佮表示台日是日本真重要的伙伴甲朋友，毋忘深化台日的合作甲交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声明祝福，强调台美会继续联手追求共同利益甲价值，佮毋忘甲赖总统同齐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赖清德也接见美国总统拜登指派特使团，毋忘台美的伙伴关系会当更较有进展。我们期盼未来美国行政部门和国会也能够在台美坚实的互信基础上，继续支持双边安全、经贸以及科技等领域的各项合作。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share a deep and abiding interest in maintaining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we welcome your commitment to maintaining the cross-strait status quo. 不过赖清德就职演说中，无讲到两华人民关系条例，佮明确表达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互相不隶属。和中国国台办批评赖清德释放谋道假释，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危险信号，展现台独工作者的本性，强调中国绝对袂容忍。中国对台湾的威胁的确就是越来越大，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其实我觉得赖清德他的这个回应也是非常的坚定啊，就是说非常坚定的去捍卫主权、捍卫民主政治。反应是一定会反应的，但是不会马上就有什么太激进。既然立法院有一些可以沟通的伙伴，我觉得他本来就没有打算要跟赖清德跟他的政府沟通。学者高斌雄认为，美国前总统蔡英文过去对两华的论述保留弹性，赖清德明显更较强硬。预计未来赖政府甲中国有望无度开启对话管道。记者综合报道。在去总统交接了后，下晡就是行政院的交接典礼。行政院新院长杜英台甲前院长陈建仁交接应信。行政院长杜英台咧致辞的时阵，是讲伊会加强打击诈骗，毋望这立法院会当量早通过相关的法案。伊嘛强调讲，政府会继续稳定、安全、强电发电力量，是袂放弃无用核能的目标。交接应信，副总统萧美琴亲身感谢新的行政院长杜英台为陈建仁手里摕到国印，正式上任。陈院长不只是卸任院长，也是我副总统的前辈。你的正直、良善、诚恳、温暖，将永远是我的人生标杆。萧美琴感谢陈建仁在国家关键的时刻愿意付出。过去年外以来，推动几项福国利民的政策，重要的任务已经完成。杜英台嘛定出上任的目标，第一要紧是抓诈骗、恢复家园，而且会甲国会审议来沟通。我们尽快让立法院通过这个打诈释法，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手的没得花。我们会持续稳定安全的供电，我们会继续发展绿能，但是我们追求的非核家园永远是我们不可放弃的目标。总统赖清德在就职演说嘛提出民生5大保证，包括推动产业升级，积极打击乌金、抢、毒、甲诈骗。若针对供电稳定，会推动第2届能源转型，发展多元热能、甲智慧电网。另外嘛要打造符合人本的交通环境，要脱离行人地价的臭名，嘛发出只要政府要伫哩，劳保绝对袂倒。大家关心劳保财务，我要再次强调，只要政府在，劳保绝对不会倒。台湾已经申请加入 CPTPP， 我们会积极争取加入区域经济整合，跟世界民主国家签订双边投资保障协定。赖清德嘛讲到会成立体育运动发展部，推动全民运动，而且承诺未来会继续推动18岁公民权，共同实践国家的愿景，让台湾成做民主世界 MVP。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顶礼拜5因为国会改革法案原价相拍，国民党的立委陈情悔过民进党立委张嘉宾性骚扰甲故意伤害，这项引起争议的国会改革法案明仔载阁要审。总统赖清德就呼吁国会爱多数尊重少数，少数服从多数。我们要好好的交代好自己，让大家为我担心。
身躯下号由国民党立委陈建辉控诉，民进党立委将嘉宾暴力性骚扰，因为17日立法院调影发生严重冲突，将嘉宾某陈建辉上卡上国际媒体。伫真侪女性面台陪伴，陈建辉29北院提告将嘉宾性骚扰甲故意伤害，批评民进党口中的兵权是靠拳头某制造的。给所有还想使用暴力的民进党委员一个警告：国会不是靠挥拳头，不是靠武力的地方。是要讲道理，是要数人头，用暴力打人，我们一定告。乐见司法完整调查，以厘清事实，平息争议。立法院2日要继续审国会改革法案，总统赖清德5日控就职演讲讲，立法院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尊重少数。不过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批评民进党袂记咧少数服从多数。党团总调鲍坤奇表示，是不是会当变好心早，就看赖总统的决定。我们希望在明天朝野携手共同来通过，而不是拳脚相向。民进党再次用暴力来渲染我们的国会。国会是不是阁发生冲突？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立法院长韩国瑜重新协商达条讨论。你好不容易能够有幸当到立法院长，你可以把整个国家毁掉吗？只要是你讲一句话，1秒钟休息协商。希望民主进步党不要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等到拿到行政权的时候，就希望国会只是一个橡皮图章。不过，真侪公民团体已经招2日要主持伫立法院抗议拿白秘密作业。对这代志，王国昌表示尊重，强调所有法案讨论公开透明，会务实推动国会改革。记者综合报道。反无差别攻击案杀人未遂的39岁姓简的受刑人，当时对病院逃走。基隆警方就公布伊离开病院时阵的影像，是穿一领白衫、踏长黄假花草的靴子，配一条短裤。呼吁咱的观众朋友，若是有发现，就要赶紧通报。基隆警方公布这姓简的受刑人，将下晡2点半离开病院的影像。这画面当中，伊是穿一领白衫、踏长黄假花草的靴子，配一条短裤。家己一个人沿成功2桥往31号桥的方向行。警方是表示，伊是有视觉失调症，有攻击性，若是有发现，就要赶紧通报。这个受刑人去年1月底是伫咧西门町跟踪一个女性，提手竿共攻击，受害者险险无命，去互判关3年，伫咧精神病院监护5年，总算是逃走，目前也未抓着人。汤圆中立老家溪今日鱼仔死规定，怀疑是水头的工厂乌白排废水造成的。环保局到场检测水质，目前认为讲毋是污染的问题，可能是这水中的酸素伤少，加上水位伤低造成的。真侪死鱼仔规定冰度铺伫老家溪顶，也阁出现阵阵的臭味，住伫附近的居民拢臭甲连窗仔门都毋敢开，怀疑是水源头的工厂乱排放垃圾水。赶紧甲议员订正。昨天晚上晾晒的衣服都是臭味，靠近的时候才发现，觉得哦，原来死鱼这么多。昨天就恶臭冲天，附近的住户打开窗户，苦不堪言，连晒在阳台的衣服都附着到味道。现场估计至少15000尾鱼仔死亡。环保局到现场取水检测水质、水温等，无验出水质无正常的情况，嘛无验出重金属，初步排除是垃圾水污染。沿上游巡视未发现废水排放情形，研判为水中农氧偏低致水位下降，导致鱼只死亡。水务局派人沿路估老溪溪的死鱼仔，估计20,000多元。针对老溪溪的死鱼仔，议员认为靠人工清理死鱼无效率，建议若是伤热，还是水位伤低，应该要加强巡检，甚至提早预防，还是预警。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美岛的渔港海花公龙，有囡仔是去互生物察觉伤，怀疑是一款有毒的钠钡性无水体。这高雄的海洋局是派人去检查，2天拢无发现这水体的形状。专家就提醒大家，若是去互水体测到过敏，会当先用盐水降低毒性，然后赶紧去看医生。
放伫塔港洋湾中有幼幼触角的那些生物出现伫高雄弥陀渔港海岸公路。礼拜二过到了后，民众带囡仔到海边耍水，陆续出现风顶上的情况。上华向家长讨求，家长高去水中的生物了后，发现亲像有毒的那边生物水体。捞垃圾的工作人员拿他的网子起来给我看，确实他的网子里面好几只水母，好几只蓝色的水母，陆陆续续就有看到1-2个小朋友真的有痛到有上岸，在那边弄他的手跟脚，有那个蓝色的东西靠在他们的手，然后之后手就很痛。看到民众讲，迄天至少有2个囡仔受伤，赶紧伫面切下关发文，提醒民众注意。市府海洋局表示，为橡皮初步判断是生物水体无毋对，也毋过敢是那边生物水体，也爱请专家鉴定19、20。连续2日派人去现场巡视打捞，也毋过无发现水体形状，会继续关注。都白色的居多。量会很多吗？没有，就1-2只啊。如果不是在水里面，它大部分如果说已经被送到岸边，然后晒过太阳，或者是已经干掉过期，它的那个生物性的毒素就会消失啊。专家讲，生物水体是一种大洋性水面漂流的水体，为热带甲亚热带的海域拢可能出现。研判是水流也是风的飘送，才互水体出现伫海边。虽然本身有毒，也毋过伫日头拍也是用咧拍之下，生命来检查，毒性也会检查。医生建议，互水体加伤也是接触了后出现红肿，会当用海水盐水浸泡来降低并发症。有休克等严重症头，爱随送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际消息，伊朗的总统莱西将去参加水坝启用典礼。这会场在坐直升机的时阵，煞是失事灾落，有可能是天气歹加上大雾造成的。飞机顶高的人，包含总统莱西，阁有外交部长隆重罹难。天气真恶，各大澎湖头强风落雪，伊朗的红新月会搜救人员不时甲地面人员联络汇报搜救状况。伊朗总统莱西伫当地19出席一场水坝启用典礼了后，坐直升机想要飞顶的时阵，技术当地天气伤歹，山区冒烟大雾，造成直升机熄机。伫同年期，俄罗斯这个国家连续到3天用无人机做搜救了后，则用热源感应器伫伊朗的东亚拜塞然省的超发地区侦测到直升机，也毋过当时已经侦测袂到任何人个活的状况。了找到直升机乘客遗体，当局就宣布机顶高的人，包括总统莱西、国交部长啊个随行人员全部拢罹难了。سرانجام بامداد امروز گروه‌های امدادی مردمی و هلال احمر با استفاده از پهپادهای ایرانی ردیاب بالگرد سانحه دیده را کشف کردند. در این سانحه هوایی آقای رئیسی رئیس جمهور و همراهان او از جمله آقای امیر عبداللهیان وزیر خارجه، آیت الله آل هاشم امام جمعه تبریز، آقای رحمتی استاندار آذربایجان شرقی و همچنین سرتیم حفاظت رئیس جمهور و خلبانان و کادر پرواز بالگرد به شهادت رسیدند. 伊朗国营电视台嘛公布射击的现场，因看到机翼插入山坡，其他的机身是严重烧起，飞行机的机体是散到4个拢是。63岁莱西伫2021年当选伊朗总统，上台了后下令紧速度执法，造成伊朗的妇女艾米尼因为涉嫌违反服装的规定，互拘留死亡。莱西阁用强硬的方式镇压反政府的示威潮，推动甲世界大国的核谈判，嘛伫2023年3月，甲沙烏地阿拉伯簽協議，互過去一直是敵對嘅兩國恢復外交關係。Raisi was in the judiciary, most importantly and infamously in 1988 he was part of a 2 to 4% death panel that sent more than 3,000 political prisoners, if not more, to their death. 根據伊朗憲法規定，在萊西過身也是喪失能力之下，會予第一副總統穆罕貝爾接任總統，嘛必須愛佇未來50天以內舉行總統選舉。外國媒體分析，萊西離任了後，對伊朗國內情勢未有啥物影響，因為伊朗國內實權依然是最高領導人哈米尼在掌握。國際新聞台是同朋友。以下戰爭加起美國的校園反對以色列的示威，總統拜登去摩爾豪斯學院畢業典禮演講的時陣，就有一寡學生革命槍頭咧咧，甚至是規人越過不愛面對拜登，因是用這款方式抗議拜登對以下的態度。毋是面凹嘟嘟，就是头咧咧，目睭刻刻，啊若无就是骹只对当伫台顶演讲的美国总统拜登，连大卡普啊声嘛哩哩啦啦。拜登伫19出席乔治亚州摩尔豪斯学院的毕业典礼，有毕业生徛徛念拳头舞，搁伫毕业衫的外口披巴勒斯坦国旗，无声表达停火诉求。抗议学生无打断典礼进行，拜登是选择正面回应，伊讲抗议的声音拢有听到。
This is one of the hardest, most complicated problems in the world, and there's nothing easy about it. I know it angers and frustrates many of you, including my family. But most of all, I know it breaks your heart, breaks mine as well. 加沙的战火引起全美国校园的抗议。乔治亚州是今年大选关键决战州，演讲这天是拜登到目前为止甲示威学生囡仔上较直接的回应。民调显示，拜登甲川普的竞争真激烈，比较学生认为拜登的演讲内容有政治色彩。 It is my stance as a Morehouse man, nay, as a human being, to call for an immediate and permanent ceasefire in the Gaza Strip. Hear the people of this world sing the song of righteous justice. 听到学生囡仔致辞，拜登嘛敢来当拍扑啊！根据法新社的报道，川普因为验签封口费案件的刑事审查，大部分的时间拢爱踮伫纽约出庭，所以伊想要利用家己有限的时间拍选战。伊对有真大政治势力的全国部长协会发表90分钟的演讲。伊阁表示，拜登是美国历史上上介害的总统，也暗示拜登拢黑白讲话。 You have to march into the voting booth and you have to tell crooked Joe Biden, Joe, you're doing a horrible job. You're a horrible president. Like The Apprentice, Joe, you're fired. Get out of here. 拜登除了伫关键变数的乔治亚州警告民众讲，川普已经精神错乱，对美国民主构成威胁。佮批评伊讲，川普毋是一个好的失败者，毋过伊就是一个失败者。公司新闻深入背编译。 来看天灾消息，中国广西昨熊熊落大雨，有的所在是积水积到1公尺深，真侪车去互大水淹去，佮民众受困。另外，伫咧印尼东部伊布火山拜六是又去喷发，这火山俯冲到4000公尺悬，附近7个庄仔头的居民拢总脱离。 远远望去，广西南宁市的街路规个拢予水淹去，真侪台车浸水拢歹去，民众只好用手刹车，看起来真狼狽。广西礼拜熊熊落破纪录的大雨，部分地区积水1公尺深，街路学校拢予正路的水淹去，救援人员各船啊来救人。其中有一名95岁的老人，因为之前做过心脏手术，目前呢又出现了这个心脏不适的情况，急需转移。 这个行动不方便的老人，到尾为2楼顺利甲救落来。不过有一寡地下车库的积水颠倒灌入的车路，爱车浸水的民众心真痛。气象当局警告，未来3天广东、广西、珠江流域部分地区也是会出现强降雨，河川的水位会阁涨悬，呼吁民众做好防灾准备。镜头往来看印尼，伫东部哈马赫拉岛的伊布火山拜六搁再喷发，火山附近冲4公尺悬。地上镜头看到火山口一直出现真大的火，阁有球仔色的死呐，画面伫暗暝看起来真恐怖。甲日时阁会当清楚看到火山的山坪嵌一片真高的土。Dia api menyala, naik besar-besar baru dia punya api itu terpancar di gunung tuh, terpancar api. Terus ada suara gemuruh ya? Ada suara gemuruh. 有关单位紧急下令4号连等7个村的民众撤离，佮建议7公里内的人员全部疏散。印尼有127座活火山，最近火山活动真接，当局伫16已经甲伊布火山的警戒级别升悬到最高第4级。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转来关心国内消息，今日台股的指数开悬走低，这盘中是向下落156点。尾盘有救倒转来，收伫咧21271点，起13点。台积电的股价盘中上价是落13块，这过头股价慢慢啊佫起来，落尾维持平盘，收伫咧835块。也若是受到两岸关系牵动的股票，亲像是观光类、山富、五福，盘中是跌真济，峰落超过3%。也若是饭店类，韩舍落超过5%，婚品落超过2%。不过台湾的经济基本面算是真好，4月外销订单471亿的美金，已经连续2个月拢有增加。而且即阵全世界注目 AI 科技，预计这国内半导体订单这个月继续增加。根据金控公司的调查，民众对咱景气的看法是无介乐观。
有6成民众认为讲这通货膨胀会超过2%。人力银行就讲，有超过5成民众望咱的政府会当改善薪水上低问题。台湾在5日控制一天迎接新政府上任，真济民众对新内阁名单有无同款的愿望。房价当然是太高啊，至少不要再涨就好了。我本身是居服员，所以我希望说可以，我们居服员的福利可以比较好一点，因为很久没有调薪水了。针对5日控大政府新人新政，都经济银行调查指出，有机会应该劳动部长对谈，有2成8民众希望改善家庭照顾支持系统，好民众应兼顾头路甲家庭；有2成7民众希望改善中国人就业问题。不过超过半数相信要改善的问题是加薪的幅度约未到通膨。过去对2023年的平均薪资已经来到了4.5万，年增幅高达2.6，虽然是到2.6，但是同期的通膨呢却是到2.5，所以两相跟相减，你会发现实质的薪资并没有增加多少，几乎只等于0成长。移民除了对新政局有新的愿望，有将近半数的民众预计今年经济成长率在3%以上，也有高达6成7的民众认为通膨会超过2%。元旦的时候就有基本工资的调涨，好，所以对很多厂商来讲，好，它的人事成本就会增加。在4月份开始涨电价。那因为我们不管是生产还是消费都要用到电，好，所以它所产生的影响也是非常全面性的，会让我们一般的民众就感受到这个物价还是有持续上涨的压力。专家分析，受国际商品见效较长期，油价转来，若无重大国际经济变动，国内物价无排除下半年会较落。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暗时，国宴会伫咧台南安平的福尔摩沙游艇酒店来举行，是有史以来头一届甲国宴刷去台南班。真侪贵宾拢是下晡就开始咧坐高铁去台南。也若是这场国宴的现场，是专工用一款新品种的国旗兰花来布置，咱做伙来看。受到邀请参加第16届正副总统的就职典礼，对台南南区内民众20半暝1点外就准备坐游览车上北，就算是暗蒙蒙，看起来民众是真兴奋也真期待。咱要参加就职典礼有欢喜无？哇！大天地当选，已经当选啦！真欢喜就对啦！安定国代一直在支持甲今仔日做总统，所以特别欢喜。规家伙拢要来。暗时国宴头一届刷去台南安平福尔摩沙游艇酒店举行，新政府上任，各界也以办喜事的心情办理。会场也利用国际真出名的台湾兰花装塔，利用内壁喷泥技术，用国际兰花迎接各国的访宾。不过国宴头一届离开北部，外国祝贺团、外国使节、县市首长等贵宾，拢爱坐高铁落南。也因为安尼生，相关单位沿路对台86线到酒店有关区分局交通管制到会场。为维持交通秩序与安全，本分局将在部分路段实施弹性管制，亦会随时派员加强疏导，减少用路人之不便。另外，会场附近实行交通管制，包含安平区安北路到安平路两边拢袂当停车，时间是当天下晡到暗时10点。酒店头前车路也会执行交通管制，提醒民众经过时阵一定要配合交通引导。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是台南的消息，为着庆祝建设400年，北陵市文教基金会是用假批行动办艺术展，邀请在国内真侪大师用明信片做主题，用因无同的手路呈现对台南的祝福。即阵是当咧台湾文学馆佮台南知识馆社演出。1624年，世界行入台南，到担儿童技术，望台南走向世界，这是总统赖清德的寄望。但这北天官书法是彩绘大师潘岳雄的作品，顶悬这无共花草的明信片，大概有偌久无写批啊。这届北陵市文教基金会参台湾艺术思想协会，以假批行动办艺术展，无论是用文字、图画，也是做曲的形式，拢是各界人士对台南深深的祝福。真侪人坦白讲，也无讲真正有真实的了解，这届的活动会当互咱更较深的对台湾有一个更较正确、更较好
理解。过去在庙寺内面当足侪物件的文字，倒边来倒边去，所以知识的堆叠吼，甲相关的物件拢甲这个工课有关系吼。对海外寄来明信片顶头长的邮便印啊，有时间参空间的记号，嘛见证历史。展览中有文学、美术、音乐甲工艺等大师，用不同的表现手路，写真批祝福文化首都台南。国内外拢总600个人参加，展出800件作品，替台湾留下珍贵的文化资产。其实这拢足侪大师呢，伫这个艺术生命这么长的当中，伊想要甲台湾讲什么话，伊伫这摆拢有表现出来，真有信心讲咱台湾会愈来愈好。这阵这作品伫咧台湾文学馆、甲台南艺术馆伫做展出，会连续展到8月底。主办单位透过展览，要互大家重新思考咱参这块土地情感的连结，甲重新看台湾的起点。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咱国内专门咧做大动的永丰化学公司，因为这检验报告造假等原因，今年5月初去互食药署下令停业。永丰的产品市占率是70%，若是停业，恐惊手术也是西药剂爱用的大动的，拢会大欠货。所以讲，卫福部下晡就专工甲相关的药厂开会，协调药厂扩大生产，嘛按算要用进口的来补货。护理师将生理实验水挂伫血药透析机台，伊准备替病人洗药剂。也毋过说传出国内点滴需药大欠货，有洗药剂诊所医师表示，逐个月爱向药厂买大约800袋的生理实验水，目前库存量只有够使用到后礼拜一，烦恼万一救袂到货，恐惊危及病人安全。点滴不一定要打，因为它那可能只是一个营养输液而已，但是这个是要救命的，洗肾是要救命活命的，所以你不洗就会死人，所以不行。因为国内需药大厂永丰化学公司，因为检验报告做假定因素，今年5月初互食药署下令停业。伊个烦恼市占率70%，永丰一旦停业，恐惊造成大病院手术、西药剂设定爱使用的需药，包括生理实验水、葡萄糖药、灭菌蒸馏水等会员停止。卫福部健保署食药署20下昼特别甲相关药厂召开会议，除了协调药厂扩大产量生产，也规划专案进口补助用量。食药署在上个礼拜就已经盘出来，那请还有在做这个，就有在做这个点滴的药厂呢，能够请他们帮我们把产能给拉出来。好，那一方面增加产能，二方面可能会用专案进口的方式，再把一部分的量给补起来。卫福部强调，已经协调其他药厂紧急生产补助看旁，永丰也有一批库存，会调查敢是会当使用，也希望各医疗医所唔通囤货。另外，外界关心的健保药品介绍，今年葡萄糖药已经有起价，生理实验水介绍今年无调整，也无接到药厂提出起介绍申请。记者综合报道。学生照常伫校园摒扫，台中女中5月19去垦丁毕业旅行，3天的旅程所传出有旅行社领队涉嫌伫车顶言语性骚扰，有学生不满伫面册答文引起讨论。校方5月20早起出面证实，而且启动校安通报，也对旅行社提出申诉。本校予以严厉的谴责，同时也要求厂商要道歉。那本校会依照性骚扰防治法来向厂商提出申诉。台中女中高二有16班，大约600个同学，顶礼拜去南部毕业旅行。校方表示，涉嫌言语性骚扰的是一个姓谢的领队。事发迄当阵，学生无随反应，等到是事后透过网络伫线顶回评。迄当阵车顶的导师当咧无用点人数，所以无发现异常。后手会扩大调查其他的班级敢有类似的情形。旅行社5月20有关正常开门营业。负责人来到学校鞠躬会室咧，强调姓谢的领队是讲算笑讲过头，目前是特约领队，未来袂搁再录用。这个领团人员公司会永不录用，这班的领队会退给同学。再来的话，我们愿提供5万元对于学校性品的发展基金，供学校来使用。旅行社成立31档，替台中女中办活动已经有6档的时间。细正的领队是有4档的经历。旅行社强调会付5万块，当作是台中女中性平基金，而且落实公司的性平教育。校方后手会开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来查内情，而且针对相关的班级辅导关怀。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因暗开始又搁要落雨啊。气象署是表示，黄山号的锋面瓦近，下暗会开始落短暂雨，嘛有可能会落雷公雨，有的所在可能会变大阵的。这款无介稳定的天气会维持到拜5，请观众朋友特别注意。
把握日时好天气，气象署表示，因为黄霜雨面渐渐划进台湾顶面，为28日暗开始，各地会有局部阵雨，也是雷状雨的几率。虽然不是一直咧落雨，也毋过下晡随小范围热的天气，像有瞬间大雨等，而且这款无稳定的天气会继续摆过。这种环境下发生的对流，它是比较容易带来瞬间大雨，那甚至有些雷击或强阵风的形态。所以，当对流通过的时候，要留意在户外活动可能要注意安全。因为最近有几啊个水库的有效跳出了石栏，若阁无落雨，可能会爆发欠水危机。根据经济部水利署上新的水情监测，保证全台水库跳出率上低是北河水库，只有16.3%；咱们水库、南化水库跳出率拢无到3成，金门水库甲宝山水库是无到5成。这个礼拜开始，我们预期应该会有一波比较明显的这个梅雨。那应该可以替各个水库带来一些降雨。气象署表示，这波黄霜雨面爱到拜六才会减弱，也毋过有局部雷雨发生，爱到礼拜二方面管理，才会转做过到了后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所以提醒民众，这礼拜刮吹的时阵，爱记得早护区，搁随时注意天气的变化。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大溪大约是有1700公顷的温啊咧饲粉苗，不过这寡蛤蟆最近说是死真济，恐惊干来当收2-3成。云林县府都已经启动灾损通报机制，初步统计有超过300公顷有损失。农民甲蛤蟆壳拼做伙，准备要提去杀。这款蛤蟆壳拢是拄采收蛤蟆作业的时种出来的。最近云林大溪乡有真侪饲蛤蟆的农民讲，受到前一阵仔大水雨影响，蛤蟆采收率敢若剩2-3成。有的人无2成咧，死了了咧。咱这差不多剩2成呢，足可怜的。目前像伊这颗咧底下头剩头了3成啦，10了剩头3点尔啦，安尼啦。阮这一架通正常公头伫28000斤到3万斤左右，上正常的就爱头是2-3万斤啦。像这掠起啊，无超过8000斤啦。有农民表示，进前落大雨造成环境变化，蛤蟆着病大量死亡。勇士地附近的排水系统，佮因为工程或者是当年塌掉咧，致使池仔无法度顺利换水，被困伫池仔内底摊开。希望相关单位会当赶紧来处理。被转移落来煞水沟啊水，拢无法当流，无法当通水灌水，致使阮苗死也有一大原因。咱这应该爱政府爱一个机制咱每一年电啊头一变雨落来，阮苗就开始都死。我们县府最近收到的速报有将近300公顷的文蛤有死亡的状况，所以我们今天收到台西公所的公文之后，将启动3方会勘。云林县府农业处表示，大溪乡放饲的蛤蟆面积差不多1700公顷，即卖已经启动灾损溯报机制，请受损的农民赶紧向公所通报，若有天然灾害救助标准，会加速认定的作业，减少农民的损失。记者综合报道。高雄三道二路有民众咧骑机车，所干那一只手吹油门，另外一只手是抱一个无戴安全帽的囡仔。警方是要开罚单处罚这款危险的行为，上当会甲罚1100块。对画面当中会当看到，乌多摆徛伫咧高雄市三道二路，两个大人拢有戴安全帽啊。毋过详细甲看，头前骑车的人手里还阁抱一个无戴安全帽的囡仔，敢若用另外一只手来咧骑车吹油门，真危险。不赞成，真的是很危险。你临时有个紧急状况要刹车，小孩子可能抱不稳就摔倒了。其实我们想开车，有时候停车位也真的很难，所以我们有生活上的困难。我没有车子让他坐，我一定会给他戴帽子。对，然后就是尽量就是短程，我们不要骑太远。有家长表示，虽然卖骑倒摆来载囡仔，不过会尽量卖骑上远，而且会附戴安全帽啊。嘛有民众认为家长可能是无车，也是找无车位，才会骑倒摆来载囡仔，爱提醒家长替因做好防护。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1条5项，机车负载人员或物品未依规定者，处新台币300元以上600元以下罚款；未依规定戴安全帽者，处新台币500元罚款。
警方表示，这个案件也未接到通报，不过调监视画面会当发现到，确实有民众一只手骑奥多摆，一只手抱无戴安全帽的囡仔，违规一台奥多摆载3个人的状况，会开单来告发。社会局嘛表示，对画面当中会当看到骑车的行为实在真危险，不过无法度判断囡仔敢有受到不当对待，会过来了解详细。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左营的翠花路段，这车是真多，因为台积电设厂，市政府对去年10月开始做工程混跨，不过最近却是发生80外件车祸或地方真不满。工务局就表示，这工程明年6月会完工，这段时间会协调交通警察降29来到3天。画面上翠花路的机车道边仔有放塑胶笋，停车格有汽车，有机车为着要超车，甲隔壁车挖足近呢。常一台机车无注意着弄着头前的车。翠花路最近发生真侪车祸，为去年9月这个路段施工以来，到达发生82件车祸，50来人受伤。民众表示讲，即马施工是压缩机车道的空间，时常甲汽车进车道，嘛因为道路矮，近摆若有车祸拢会塌掉的，甚至真轻道。干那设一边，对过路人无友善。徛到迄个较我这个围里旁边的怕迄骑到对不对？啊，你拢会可能会刷入去迄个快车道，啊，快车道车很多。翠华路个施工，伊双边围开的时阵，伊爱顾虑到行人。佮含机车主的安全。左营翠花路施工路段全长有1.35公里，便若拄着上下班的时间，常塞车。附近阁有细温主场馆，加上未来台积电设场，车辆会愈来愈多。市府开了一挂，针对翠花路为民潭路到细温大道路段施工，按算拓宽到40米，未来会有3条快车道甲1条慢车道。机车预计在今年8月底前会拆除工程为底。后续东侧的人行道工程将采局部施工，以减少交通冲击，并维持翠华路6线的通行。全部的工程将力拼在明年6月底前完成。工务局表示讲，目前进行西边的拓宽，沿路的围里会量早伫8月拆除，后续东边的工程要拼明年6月底完工。针对交通的乱象，现场会有警察指挥，加强标志的指引，提醒驾驶道路的变化。记者钟义辉、邱兆勇高雄报道。中华花坛湾东村有一片16甲的私人地，这地主是按说要甲开发做红带产业园区，引进地主纺织等等的制造业，提供地方就业机会。不过，这团体就认为讲，八卦山已经有一片产业园区，而且原来也阁有真侪工业用地囥咧旁园，无必要阁开发新的。中华台74线东外环道半过八卦山脉，是花坛往台中的重要车路。有建设公司按算伫台74架线花坛湾福路口的东北边，一搭大约16甲的地，开发红带产业园区，引进电子、纺织、金属这制造业。当地人是望去产业园区会当带动地方的发展。本来就无机会啊，无做就无机会，做就是开发后成功，就是讲。人会接我来啊！厝边隔壁嘛，较有一寡生意通做啊。庄卡就要有繁荣起，对地方才有迄个。无阮庄来就村头遐尔，少年拢爱出去。不过，环保团体指出，中滨工业区、梨林中科、哈铁厝工业区内底有将近2000甲的土地无人用，甚至去年通过的惠来产业园区、离丰台产业园区嘛才3-4公里远，实在无应该互遮尔侪工业用地放咧远，过来开发山坡地。我是感觉讲，咱其实应该优先来使用真侪物件，无咱政府开发的真侪，其实会拍远就无差啊。啊，个来阮看这个环境地特色来讲，或者是拢沙石仔地，沙石仔地本身的透水性足悬的，所以阮足烦恼的就是讲，到时若即讲废水排放，可能影响到地下水的水质啦。咱这电子业吼，就是轻工业，轻工业，内底有一个纺织工，纺织的是迄种发热的迄个丝啦，吼，迄唔是要染整的，唔是要染色的迄种。企业选地，阮到时哦，因为无偌济土地，阮会看筛选，会选哦好安尼。开发公司表示，丰台产业园区因为伫快速道路边，交通利便，目前调查厂商进驻的意愿拢真悬。中华管府嘛讲，经过开发合理性、产业发展这方面的评估，是有开发产业园区的需求。针对环保团体烦恼废水会去影响到地下水质的部分，也强调管府会依法来审查开发单位提出的环境影响评估。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
家己溪口溪东村的中正路有一条巷仔，弯弯弯弯，哪像一个迷宫。其实这条古早的巷仔是在地秘密通道，是较早囡仔要去读册咧行细条路，是在地人成长的基地。所以讲，真侪在地团体，亲像葫芦hen，就邀请表演团体，利用这巷仔内景点设计表演，展现地方的故事。对着表演者的脚步，民众今日去巷仔内准备要看表演。有人伫柑仔店内底讲故事，嘛有人伫水济边仔咧跳舞。在地村长讲，这条巷仔较早是囡仔要去学校读册小路，所以是真侪在地人成长的基地。咱这条134巷，这是古早的这通道，咱那个号做秘密通道。伊也查到要伊啊摕物件要创啥要出来，唔知好出来啦，较歹走啦。算讲地方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所在就对啊。对啦，对啊，对啊。嘉义县溪口乡在地文化团队邀请外县市的艺术表演者，利用巷仔内店家或者是无人住的厝，设计甲在地有关系的主题来做表演，希望透过这个演出，让大家更较认捌溪口。会当透过艺术的表演，互咱溪口遮更较侪人熟悉咱溪口吼啊，会知影讲溪口较早有啥物物产啊吼故事啊透过新的艺术的表演的方式来甲即个物件带互咱做者溪口的乡亲。本来无啥人啊，囡仔少啊，是吧？对啊，小朋友来啊都。大家来看，变较济，算较闹热啦。主办单位讲，表演团体伫规划主题进前，拢有先来溪口做过调查甲行读。伫这条弯弯弯弯的巷仔内底，透过各种无同形式的表演，唔但展现因这段时间对溪口的感受，嘛希望替溪口带来新的文化体验。记者林伟霆家己报道。国宝级的庙是彩绘大师潘岳雄，伫咧全世界、伫咧全台湾各地真侪庙宇，拢会当看到伊的作品。高雄文化局中，就一年邀请潘岳雄教这学生囡仔画蒙神的技巧，去结合陪教戏的社团，演出这蒙神的故事，互这个囡仔会当更较了解台湾的文化。国宝级的彩绘大师潘岳雄摕笔甲尺豆豆画出花师。文化局中今年的艺文课程邀请潘岳雄向学生小解台湾庙宇的蒙神文化。潘老师画蒙神果，互囡仔发挥创意，画出家己心目中的蒙神。我着画，我常常去看野球的 logo。这间学校特别把蒙神故事用陪教戏演出来。这出戏是为占良王的故事改编的，学生佮加一寡趣味的台词。大概观众是看甲笑嗨嗨。陪教戏的翁仔是因利用疫情期间隔班回收再利用做的。因为我家己对陪教戏这物件较有兴趣。画是画啦，哪会当当是佮如何啊？学校拄好有这个梅子老师出来皮影戏，我就想讲，敢会使用这种方向来甲发展皮影戏安尼。潘岳雄老师今年已经81岁啊，是台南彩绘师世家第3代，伊画蒙神超过40年，画过庙事是为台湾头到台湾尾，上无有700外斤。老师表示讲，画蒙神上困难的就是目睭甲喙手爱画甲出神。最困难的是迄个目睭啦，迄个面啦，甲喙手，这部分要画较歹画尔啦。剩下拢无啥物啦。尾啊，潘老师画火狮送互文化局中，因为火狮是做赢万年贵的传统，学校毋望传统的蒙神艺术会当流传，也互学生通了解蒙神的水是属于台湾的艺术。记者张依辉、顾昭阳高雄报道。印度出口的咖喱粉最近伫咱台湾的边境去互验出有带致癌的杀虫剂成分，香港迄边嘛有禁管两项即个牌子的产品。印度的香料贸易组织就预告，因的香料出口可能会因为安尼大落四成。在印度的超市内底，几啊点罐咖喱相关的产品是毛毛细，而且大部分拢是2间上大牌子的。不过，这2间牌子部分的产品，顶个月香港是禁止卖这物件，理由是去用查出环氧乙烷的含量伤悬。那当期食到到地，着癌的风险就会加悬。像那3月份，台湾伫海关嘛查到其中1间咖喱嘛有同款的问题，所以家退货或者是销毁。这个消息传到去印度的国内，部分的居民是感觉真惊吓。नई मसाला MDH और उसका तो मैं कर ही नहीं। जब से मुझे पता चला तो मैं इसे यूज ही नहीं कर रही हूँ। पहले करती थी। आपको क्या लगता है कितना खतरनाक है जो लोग बहुत ज़्यादा खतरनाक है। अगर ऐसा है तो बहुत ज़्यादा खतरनाक है। 印度是咖喱香料生产甲消费，还佫有外销的大国。一年出口额会当达到40亿美金，
印度芳疗贸易组织反正去部分的国家抵制了后，外销的量可能会落4成，伊是随出面化冤枉。एक्चुअल में ये ना ही एज ए पेस्टिसाइड यूज होता है, एक ट्रीटमेंट है जो माइक्रोबायोलॉजिकल पैरामीटर्स को किल करने के लिए यूज की जाती है और ये अपने स्वास्थ्य के लिए कहीं से भी हानिकारक नहीं है。快用1万在工业甲医疗方面会当做消毒剂，美加等部分的国家有标准会当做芳疗甲毛杀菌的农药，不过在国内是列作是一级的致癌物，并无允准使用。印度咖喱芳疗出包了后，英国食品管理当局将对为印度进口所有芳疗的产品加强检验。那美国、纽西兰甲澳洲嘛同咧调查相关的事件。记者综合报道。明仔天气是安怎？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4度到29度，中部地区24度到29度，南部地区24度到31度，东部地区24度到29度。外岛地区21度到27度。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网络人气强强滚的这群人，对电台语写叫阿翔到底